中老铁路是我们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以来第一条以中国标准、中国制式和中国设备、中国管理的这个国际铁路。整个老挝段目前也是按照我们中国铁路的标准，也是准轨运输，所以我们的货车可以直接就运抵到老挝。时间来说，会缩短了20天以上；运费来说，会至少是1/3下降。那么我们要确保首列班列呢，能够按时、高质量的能够发出。